好，今日講下美伊談判之後股市嘅走向預測。隨住美伊新一輪嘅談判完結啦，全球嘅投資者再次聚焦喺呢場談判之中。呢個談判不僅係關乎核協議嘅存續，更係影響全球股市，特別係能源同科技板塊走向嘅關鍵黑天鵝嚟嘅。咁能源市場嘅震盪同埋板塊輪動呢，就係如果談判取得突破，伊朗石油重返國際市場將係大機率事件。隨住供應預期嘅增加，國際原油嘅價格可能面臨下行壓力。呢啲會對能源股係講多次，能源股會有短期利空，所以大家就沽能源股啦。但係對航空物流股及製造業股對成本敏感嘅行業呢，就係顯著利好嘅。咁航空股嗰啲就波音嗰啲就留意住啦，物流製造業嗰啲就自己睇啦。油價嘅結構性回落有助於緩解全球通脹預期，從而為各個央行嘅貨幣政策提供喘息空間。市場情緒嘅避險資金走向啦，談判進展直接影響市場嘅波動率指數 VIX。利好嘅情景就係若果雙方達成框架性協議，地緣政治日價將會迅速消退，資金將會從黃金、美元等避險市場流向成長股同科技股，市場風險就會偏好，從而提升納斯達克等嘅指數走高。如果談判再度進入僵局呢，中東局勢嘅緊張性情緒升溫，就會將推升避險情緒，導致股市出現恐慌性拋售，資金重新鎖定防禦性嘅板塊嘅。美伊談判嘅結果隱含住對通脹路徑嘅修正。如果制裁解除咗，帶動能源價格平穩下降，呢個將會降低聯儲局增加激進加息嘅必要性。債市收益率嘅穩定將會為股市提供底部支撐，特別係對估值敏感嘅科技龍頭而言呢個無疑係一支強心針嚟嘅。咁核心預測啦，短期內呢，股市將會呈現震盪上行嘅態勢。儘管能源板塊可能因為油價回調而受壓，但係整體股市會因為地緣政治風險降溫而獲得提振嘅。總結嚟講啦，美伊談判係一場涉及政治籌碼同埋經濟預測嘅多維博弈，投資者應該密切關注談判公佈中嘅關鍵細節，喺佈局上採取防禦與進攻並行嘅策略，警惕消息面帶嚟嘅瞬間波動。股市最終嘅走向將會取決於呢場談判能夠喺多大程度上消除全球供應鏈嘅不穩定性嘅。咁今日嘅短評就係咁多啦。